大家好，又係我 Athena 啊！我哋今日嘅星座對碰係白羊座對巨蟹座。當一個憑藉住直覺去行動嘅人，遇上一個以情感去感受世界嘅人，一個係火象嘅本能衝鋒，一個係水象嘅內在牽引，白羊同巨蟹嘅相遇，到底會係一個點樣嘅組合呢？愛情有時就好似一場冒險，有時又可以令人好療癒。當衝動嘅白羊遇上溫柔嘅巨蟹，熱情與深情之間，究竟可唔可以編織出一段理想嘅關係呢？匹配度60分。白羊愛得轟烈，就好似火一樣，炙熱直接，將情感都灑落喺每一次嘅心動之中。巨蟹就愛得含蓄，較為傾向按部就班，用照顧同包容，慢慢咁築起安全嘅堡壘。佢哋就好似嚟自兩個完全唔同嘅宇宙一樣。一個追求燃燒嘅一瞬間，一個渴望恆久嘅溫暖。拍拖之前，佢哋互相吸引；拍拖之後，佢哋就容易受傷。愛得太快嘅一方同埋愛得太深嘅一方，兩個人之間始終都係存在住一啲落差。作為朋友嘅時候，一個總係直來直往，另一個就比較敏感細膩。咁樣嘅組合到底係可以互補彼此，定係會處處碰壁呢？投契度65分。白羊做嘢爽快，講嘢又直接，成日一句說話就將話題推向高潮。巨蟹就習慣觀察，情感豐富，對每一個細節同埋氣氛都特別敏感。佢哋嘅友誼經常都係一拍即合嘅一瞬間展開。不過相處耐咗之後，白羊好容易會忽略咗巨蟹嘅情緒界線，巨蟹又可能因為白羊嘅火爆而有所退避。但係真正嘅朋友，其實從來都唔係步調一致，而係識得喺重要時刻為對方調整步伐。咁樣嘅友誼先至可以長久。當一個人慣咗快節奏，行事果斷，而另一個人就着重情緒感受同埋安全感，佢哋究竟可唔可以喺同一個團隊入面揾到協調嘅方式呢？合作度58分。白羊喺職場上行動敏捷，唔中意拖拖拉拉，凡事都講求效率同埋即時反應。巨蟹就重視團隊氣氛同埋流程細節，處事謹慎，習慣按部就班。啱啱開始合作嘅時候，白羊可能會欣賞巨蟹嘅細心，而巨蟹亦都會依賴白羊嘅行動力。但當時間耐咗，兩個人之間嘅節奏差異就開始放大，矛盾就會一點一滴慢慢浮現。白羊會受唔住巨蟹嘅顧慮重重，而巨蟹又會忍受唔住白羊衝動同埋催促。其實呢個組合並唔係關乎信唔信任嘅問題，而係佢哋對工作嘅本身就已經有咗根本性嘅唔同睇法。喺競爭層面上，白羊對巨蟹，一個似箭，一個似盾。當一方渴望突破，另一方就堅持自己嘅底線。呢場競爭就將會成為兩種完全唔同風格嘅對決啦。競爭百分比65對35，白羊稍勝。白羊習慣正面交鋒，出手快，反應亦都快。對佢嚟講，勝負就係非黑即白，冇中間。但巨蟹就擅長迂回防守，唔會輕易同人展開衝突，但係就識得喺關鍵時刻作出反擊。對於現代嘅競爭，好多時候講求速度，唯快不破。而大部分嘅時間，白羊都可以喺巨蟹有所行動之前，搶先對手，先聲奪人。巨蟹唔係冇實力，而係喺咁樣嘅對局入面，往往都起步太慢，失去先機。白羊座對巨蟹座嘅總結：白羊同巨蟹嘅關係好多時都係由互相吸引開始，但唔一定可以走得長遠。佢哋一個不斷喺前面係咁衝，另一個就躊躇觀望；一個講求即時反應，另一個就需要時間去醞釀情緒。無論係愛情、友情定係職場上嘅合作，佢哋之間始終存在住根本性嘅分歧。如果佢哋願意尊重對方嘅模式，或者仲可以揾到一個可以共存嘅空間。但如果各自都期待對方去改變節奏嚟遷就自己，咁就只會產生更多嘅誤解，最後大家都會受傷。今日就講到嚟呢度啦，唔知下一次你想睇邊兩個星座嘅對碰呢？歡迎留言話俾我知。仲有，記住訂閱、點讚，同埋將呢條影片分享俾你嘅朋友。多謝觀賞，再見。